来继续来看高雄一个女大学生，甲朋友借机车，离这个校门枪位啊外口的步道练骑机车，3连4连续连人带车冲入去边啊大水沟，警消赶到场，甲人救起来，送病院抢救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水利局讲，发生意外路段是豪华绿地休闲步道，现场冒采这个告示牌，一般这个机车袂当来进入。不过，女大学生的父母痛骂讲，现场并无看到告示牌，嘛质疑这个大水沟的护栏伤低，才害查囝摔车死亡，无排除要提出到国家赔偿。做老母实在无法度接受查某囝发生意外死亡的消息，代志发生伫8月7日暗时的10点外。警察人员赶紧赶到现场，将落伫水沟底人救起来。遗憾的是，抢救了后依然无效。过身的是一个22岁姓丁的女大学生。欲在该步道上练习骑乘机车，为考取驾照做准备，遂委托友人曾女骑乘机车到现场，再向曾女借用机车练习驾驶。为了要考驾照，甲朋友借乌托摆来到校门围墙外这条步道练习。可能是无设置连人带车落入去边的水沟内，事后水利局表示讲，现场袂当骑乌托摆。规划作为河岸的绿地休憩步道来使用，现场还有设置告示牌，一般的机车是不可以进入的。是讲女大学生的爸母认为讲水遮深，顶面才一条铁链围住的尔，而且官方讲的告示牌啊嘛无看到，讲这个设施无妥当，夺走因查某囝的命。那它既然用那么低。哪有可能这样做？水利局跟那个养工处要负责，我提出公告。记者中回现场，看这个铁链啊，差不多20公分悬，有学生认为讲确实有较低。如果有时候不小心，可能就会掉下去。在地人是讲，已经行惯事啊，未感觉有危险。还行啊，还行，注意安全就好。我们在这生活30几年啊，对啊，你说比较低，我觉得没有啊。是讲对女大学生的父母来讲，无希望讲有人牺牲，会对相关的单位提出告诉，要求国家赔偿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